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请你讲台语。我以前足喜欢食鸡卵糕，逐摆若是看到就会买来食。这种水水的四手仔，大人囡仔拢爱食。4当前，我选择开始食菜，自旧年毋食牛奶甲鸡卵。有的人会问讲，安尼蛋白质敢会无够？因为食菜的关系，我会当讲，我绝对比食肉的时阵搁较注重营养。今年嘛有做过健康检查，除了日头爱加拍一罐，其他拢无问题。这几冬实在是凶年歹冬，火烧林搁做水灾，遐个代志看起来甲咱无关系，但是敢真正是安尼？好天也着春雨来娘，平常时加食菜嘛是一种选择哦。